我是在地新闻，后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国防部今仔日来公布着2年一届的国防报告书，强调伫现有的战略的基础，向外延伸着防卫的空间。这礼拜嘛是国军今年第4季战备任务训练的实兵的操演。这个宪兵的分把驾车，半暝也是出现伫大街路顶，前往着松山机场，惊讲要来消灭掉空降的敌人。 暗时，宪兵的分把8轮驾车前往松山机场，模拟歼灭空降的敌军。另外一边嘛出现伫总统府边啊，守护中央安全。国军今年第4季战备任务训练实兵操演，全台各作战区暗时启动，传出美军一台184级飞机，昨敢若接近中国领空，予中国空军放送赶走。 抗美军的中国军机嘛，随进入台湾西南方防空识别区，同款互咱放送赶走。国派出空中巡逻兵力，阁有防空飞弹追踪监视。台海情势升悬，国军嘛公布第16本2年一摆的国防报告书，维持防卫守护定战组织的国防战略。以国家利益、国防战略、军事战略由上而下来指导建军规划、战力整建，与发展遂行不对称作战的 防卫作战构想，落实国防自主，以及推动后备动员改革等施政。前参谋总长李希明讲的整体防卫构想，敢有改变？国防报告书无讲伤济，是强调为着应应强军提升攻台能力，国军已经有的滨海和滩化防卫战略的基础，搁向外增加防卫空间。